第11行勾號，我哋較開周第12行，紗針鎖針倒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較開周第二組單元，下三個針位勾三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組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、第六組。6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刺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2行勾好，我哋較開周第13行，紗針鎖針倒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較開周第二組單元，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6組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、第六組。6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刺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3行勾好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然後我哋就喺呢個位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我哋而家開周第14行，將支勾針都有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。紗針鎖針倒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較開周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組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、6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4行勾好，我哋較開周第15行，紗針鎖針倒起立針，將第一同埋第二針並為一針，將第三同埋第四針並為一針。我哋將第五同埋第六針並為一針。我哋將第七同埋第八針並為一針，將第9同埋第10針我哋並為一針，將最後兩針第11同埋第12針我哋並為一針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留一段20 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入縫衣針入邊。
然後喺呢個位做閉合處理。我哋扯緊線頭，打一個結，身體同埋手嘅部分就勾好，將葉仔勾喺第二行嘅呢12針上邊，將支勾針從其中嘅一個入針位篤落去，攞綠色嘅線擺勾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左6針鎖針。6針鎖針勾好，我哋褪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喺下3個針位，勾3針長針。我哋 skip 一個針位去下一個針位，將支勾針都入去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左6針鎖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褪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去返下3個針位，勾3針長針。我哋底下 skip 一個針位，去下一個針位，將支勾針都入去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咁呢，第2片葉仔就勾好。我哋呢，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7片，6片葉仔勾好。我哋勾最後一片葉仔，勾6針鎖針，6針鎖針勾好，將支勾針褪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去返下3個針位，勾3針長針。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7片葉仔勾好，攞一段10 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入邊，穿過去另外一邊，收埋多餘嘅線頭，剪走多餘嘅線頭。葉仔部分勾好，因為呢腳部嘅勾織呢係比較難少少嘅，一啲水平較高嘅朋友呢，如果想勾腳呢，可以參照腳部嘅勾織方法。咁佢個安裝呢係安喺1、2、3第3行手部對住嘅下邊呢個位。我哋呢而家將眼睛裝上去，從手部嘅呢一個位對上一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將眼睛插落去第7個入針位。呢一邊手嘅位置褪上一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將眼睛插落去第7個入針位。
我哋以兩個眼睛嘅中間位為基準線，將嘴繡上去。我哋就將面部表情繡上去。嘴同埋面部表情繡好，然後我哋再喺頂部中心位裝上鎖匙扣。